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世界各地藏人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驻日内瓦办事处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联合国会员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3届例会上提出西藏问题。西藏著名原政治犯玉洛仁波切自传中文版问世，藏人行政中央以平等为主题纪念西藏妇女抗暴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二3月10号是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61年前，在中共全面占领西藏后，数以万计的藏人僧俗民众团结一致，聚集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抵制中共军队武力侵占西藏。但这一举世瞩目的抗议运动遭到中共解放军的残酷镇压，数以万计的同胞在中共军队的枪炮下壮烈牺牲。至此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举行盛大的官方纪念活动，缅怀在西藏自由抗暴运动中为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血域英雄儿女。同时，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援藏组织纷纷举办纪念活动，表达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应邀出席纪念活动的捷克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创始成员和共同主席佛法兰蒂斯内特尔先生，捷克议会支持小组创始成员达纳巴尔塔洛娃女士相续发表讲话，重申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议员佛法兰蒂斯内特尔先生在纪念活动上致辞时，谈到了捷克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在2018年成立后，该组织确立的目标和方向，以及按照中间道路政策促进西藏文化的发扬和保护，并赞扬了达赖喇嘛尊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他还宣读了捷克国会的支持西藏宣言，其中包括捷克前外交部长、国会议长、捷克西藏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各界人士支持西藏自由事业的言论。捷克议会支持小组创始成员达纳巴尔卡洛娃女士在致辞时谈到了西藏境内的环境问题。捷克议会众议院环境委员会在西藏环境问题上与藏人行政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并指出，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源自西藏主要河流，西藏的生态环境对周边亚洲国家和世界气候变化造成严重的影响，遭受严重破坏的西藏环境，以及大肆开采矿产和其他对环境持续的破坏，已经影响到邻国的生态。达纳巴尔卡洛娃女士最后强调，捷克共和国和西藏之间的共同纽带是捷克人在1989年向殖民统治者争取和赢得的自由，因此她希望和坚信西藏人民也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在宣读嘎夏的声明时指出，中共在统治西藏60多年里，剥夺了西藏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这些基本人权被严重践踏，进而不断毁灭西藏与众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文化以及西藏民族，并正在以强制手段迁移西藏牧民，彻底改变和灭绝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以和平途径保护西藏母语文化者都遭到判刑监禁，或者受到折磨打击，为此受迫害的藏人每年在不断增加中。司政还在声明中宣布将2020年为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年，并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将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举办各类研讨会和活动。与此同时，在西藏自由抗暴日当天，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在各自所在国举办纪念活动，抗议中共非法占领西藏。此外，捷克在升挂西藏国旗运动创下有史以来的纪录，今年有804个市政厅、113所学校和123个民间组织响应活动。
据悉，在多伦多、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坎培拉、巴黎、华盛顿、伦敦、阿姆斯特丹、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瑞士和台湾等国，在当地流亡藏人远藏团体的组织下，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包括各国国会议员、远藏团体代表等，也在抗暴日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对西藏实施的残暴政策的同时，表达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特奥梅卡奇先生在声明中表示，中共政府60多年对西藏实施的镇压运动，并未赢得西藏人民的支持，因此现在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其对西藏的政策了。我们将继续支持和声援西藏境内的藏人和那些遭受监禁的政治犯，直到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为止。美国国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也发表声明指出，今天我将与世界各地藏人的抗争站在一起，为了西藏境内的藏人的人权努力，并确保境内藏人能够使用自己的母语，保存西藏文化，管理西藏的土地和水源，在境内外自由旅行，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的宗教以及宗教领袖。而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在声明中表示，每一天达赖喇嘛尊者神圣的和平信息都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在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将继续为每一个藏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尊严。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内特·基斯米先生于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当天，在加拿大国会中发言时指出，今年中共出台了一部新的民族团结法，企图消除西藏人的所有独特元素。但我们依然在此纪念的是，血域西藏即使在持续不断的压迫下，西藏境内、达兰萨拉、加拿大的世界各地藏人精神依然顽固。此外，为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流亡英国的藏人团体于3月10号在英国伦敦乌里奇市政厅外举行西藏国旗升起仪式。格林威治皇家自治市市长和市议员米克海斯、副市长大卫加德纳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等数十名藏人出席了纪念活动。另外，欧洲议会议员桑托斯和比利时国会议员科古拉蒂应邀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纪念活动，并相续致辞。欧洲议会支持小组成员桑托斯女士表示，我们在举办纪念活动时，仅仅记住这些烈士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为他们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奋斗。而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也于3月11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列会期间举行了和平游行活动，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此外，流亡澳大利亚的藏人在当天远藏团体的组织下，在坎培拉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与此同时，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列会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列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姆女士代表受威胁人民协会发言时，呼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西藏，强调高级专员如果不对西藏进行访问，将无法完整地分析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另外，在本周二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纪念日当天，联合国会员国在人权理事会第43届列会上提出，在中国统治下，包括西藏境内遭受严重践踏的人权状况。在当天的列会上，包括德国、捷克共和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瑞典和英国在内的会员国，以及代表27个欧洲国家的欧盟代表，分别敦促中国尊重少数群体的权利，允许联合国高级专员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接触。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翻译出版的西藏著名原政治犯于罗仁波切自传《
娱乐一生的奋斗足迹，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官方纪念活动上揭幕。西藏著名原政治犯于罗仁波切的自传《于罗一生的奋斗足迹》中文版，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处历时多年编译。本书由捷克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创始成员和共同主席佛法兰蒂斯·加内特尔先生在西藏自由抗暴61周年官方纪念活动上揭幕。西藏著名原政治犯于罗仁波切于1959年因参加拉萨抗暴运动而遭中共逮捕，他在关押20多年后被释放，随后于1987年因发表关于中共侵犯西藏人权的言论而再次被捕。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妇女权益部门于3月12号在达兰萨拉组织了一次名为“平等”的纪念活动，纪念西藏妇女抗暴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活动上向与会的各部门公务员发表讲话时，呼吁流亡藏人社会保持性别平等的工作空间，并对藏人社区女性领导人的上升趋势表示乐观。当天的活动以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为主题，分别进行了讲座、放映纪录片、诗歌朗诵等活动。1959年3月12号，成千上万名藏人妇女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布达拉宫前集会，和平抗议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并血腥镇压西藏人民。参加抗议活动的藏人妇女于当天成立西藏妇女大会。1984年，西藏妇女协会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重建。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也于2017年3月12号将西藏妇女抗暴纪念日定为西藏妇女日，并在每年的这一天举行官方纪念活动。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